好，来，咱开始吼，1651年10月13拜五，早起8点钟，尊严的法务议会伫个顶面遮开会，首先宣判昨昏新闻的迄寡做法，煞接新闻几个被传唤来的私自无业者，一直无用到中昼以后，因为个月阁下也干犯无受许可的无业问题，被稽查官根据一条法规要求，特使阁下现在以担任即个会议议长的身份，应该对没收的物件以及其他因为犯罪充公的物件含罚款当中，接受合法的1/6，也诉求伊阁下对即个案件或者是类似案件不得以法官的身份坐伫遮，也不得参加即个会议。伊即遮应该是讲迄个古月啦吼，开议啊吼，讲伊袂使参加即个会议，因为家己本身有即个牵涉伫其中吼。对此，伊阁下就是即个古月伫个全体议员的面前，因为无偌久以后，阁下也来了，这是你写啥？应该有离老高去啦，我看无吼。伊是写他阁下在全体议员面，因不久以后，阁下也来了，这是你写啥？好，等是17人董事会伫1626年伫个祖国交予特使阁下的一份指令。应该是讲，特使阁下伫个全体议会议员的面头前啦吼，等是即份指令，只是对伊伫个东印度的计划其中特别指出，伊会当参加所有的会议，无论任何事务案件的会议，伊个人拢会当参加。毋过若议员决定伊阁下应该回避即个会议，伊阁下也愿意接受去外面。但是长官阁下和其他议员回答讲，因袂用既不能也无愿意啦吼，就是袂使嘛，无愿意讲去违背上述指令的任何一个部分。毋过伊阁下要留落来开会，或者是要离开会议，拢由伊家己选择。所以呢，特使阁下就决定要留落来开会，一直到所有的即个事务拢办理了吼。若无就无法度来达成任务咯。若是讲到所讲的即个没收充公甲罚款的代志，拢爱留予总督阁下含伫个巴达米亚的东印度议会去处理。10月14号拜六，上午约11点钟，由公正的法庭法官公开宣判，两个先仔人会头切罪吼，就是对即日起处刑啦吼，爱挂一个链仔，挂1年吼。下晡，尊严的法务议会特别阁召集开会，以便将针对被告德克斯努克的最后一份物件，以及一个案卷清单交予稽查官。此事办理完毕以后，被告要求予伊看一下该案的即个案卷清单。即个代志嘛被允准，而且双方拢放弃追诉的权利。10月15，礼拜日上午礼拜做了以后，阮看去快艇 House 号，迄时天气非常的晴朗舒适，
House 号港内航来，约1点钟了后就顺利入港，来即个城堡头前停泊。但是呢，迄个第二只避雷船，就是约略15-16工前，含即只快艇同齐离开偏湖，要前来取代的迄只 Troll 号，游玩是渺茫全无音信，真有可能若毋是遭难，嘛是被强风飘离去，载着运过来的货物又搁航转去巴达维亚咯。中昼，长官阁下派一个助理来顶面遮邀请特使阁下含伊的即个同伴去食饭，要伫咧暗时才搁去伊遐去互请到时阵就会当同齐去。伫咧通常的暗倒了后，就留踮咧遐做长官阁下的人客。10月16号，拜一，透早派 Dunkers 先生甲 Wegener 先生做代表，该动稽查官去检查上述快艇 House 号，但是经过斟酌的检查了后，并无发现内底有藏有啥物私人的货物。上午，牧师 Crieff 又搁来城堡顶面遮见特使阁下讲，虽然8工前因来提交陈情书，请求特使阁下爱为着几项代志，特别是对遵守圣餐的代志，来传唤长官阁下来执询。不过现在想法改变了，因为迄不过是像情绪的变动而已。整个工作拢又搁会当恢复正常。毋过，若是有适当的机会也是爱请小可来关照因为长官阁下到底也是信赖特使特使阁下就是有信任特使阁下啦无比这更较好的无比这更较好的机会啦请毋通互即个良机空过去，就是即个牧师安尼来请求。10月17号拜二，因为现在北风已经开始经常强烈来继续透过来，透即个北风，10月嘛。10月伫我印象中伫新竹风都出透的还无遮透啦，就是已经较凉了遮透是搁较冬天的11、12月的时阵因此，避雷船 Conic David 号的主管按照所收到的命令，已经将该船对南边停船的所在刷去北边礁礁区下面遐，要一直停踮咧遐，一直到奉命对遮出航前往巴达维亚。下晡有8个处地重要的希腊生意人甲头家来福尔摩沙议会提出陈情书，请求以交付优良的糖做条件，代互因合计是2400担的护照，就是每一个人300担，8个人嘛一个人300担，以便现在提起无求正当的利益。议会对这个请求斟酌考虑了后，决定有鉴伫上述即寡新仔人拢是可靠而且好雅的人，而且公司现在即项商品嘛已经囤伤多，拢卖袂出去，所以将会允准因以1担14里的计数，每一个人带200担的护照，但是也搁爱遵守一个条件，就是每一个人拢爱担保销售总计是1600担的护照因拢愿意来接受，并且为此感谢。10月18号，
拜三，伫个牧师 Glavius 的要求之下，由尊严的法务议会两位代表，伫顶面者的议会呢，重新来审核关系着指控学校教师 Daniel Henricks 的一寡声明甲证词，此外无代志。10月19，拜四。福尔摩沙议会的通常的办案日，有几啊新仔人来提出一寡细项的要求，因详细讲述，并且得到答复了后，就又搁离开咯。10月20，拜五早起8点钟，法务议会又搁伫顶面遮来开会，会中传唤所有牵涉到私自无益案件的人，拢互因互因拢有8天的时间，到时阵拢必须要对因被官员指控的代志，要确实提出答复和再答辩，因为发现讲因当中有一寡人对此拢挑故意啦吼，来延前拖就对啦吼，想要甲规个即个案件拖到特使阁下离开吼，希望借此或者是类似的方法来逃脱责任，而且其中阁有几啊人已经允准因会当延期2遍或者是3遍，因此呢，要清楚来通知因必须要伫个后一次的开庭日，将因的物件甲证据交来互即个议会，以便据以撰写吼简短的副本，就是因即个证据交起来了吼，要抄写做一个副本吼，违反的人将会被罚款。我来看一下撰写这撰要怎写，要怎发音撰。撰读做选，二声选，三声选，第7声传吼。读做选是备办创造规则料理备办定名，就是选。读做选是拍算料理注册注册就是拄则讲选就是撰写嘛所以是选，读做选注册嘛会当读做传传，所以这只撰写可能就是算写或者是传写好，转来第2只讲，叫因甲证据交起来啦，甲互咱互即个特使因人会当方便因抄写啦上诉议会散会了后，稽查官讲，伊接到报，有一个透过会的即个负责人，名叫做 Gleage Van Bremen， 伊早捌和学校教师 Garrett Stanton 结婚，昨暗生了一个未祝散的死婴啊。根据产婆的感觉，迄个婴仔伫咧伊的体内就已经死啊，并且用一寡 drunken 排出体外。drunken 我看 drunken 是啥？会对字卡底咧 drunken 是有药水的意思，也有烈酒的意思。伫遮无法度确定是指药水还是烈酒就是讲。囡仔伫咧伊体内都已经死啊啦所以用一寡 drunken 甲排出体外。所以呢，随对即个议会中派2个人，该当即个稽查官和在场的医生做代表去遐去查看。即个人转来以后报告讲，上诉迄个
圆仔约略7个个大，但是头壳顶也未完全，也未完全壳瓦就对啦吼，无也未夹瓦吼，即个天灵盖佫开诶吼。也伫咧伊诶厝呢发现，也有一杯即种 Drunken 吼，即种毋知是烈酒还是药水吼，会当做上述对即个妇人人传说诶证据，会当做上述对即个妇人人迄个传说诶证据。传说是啥物无讲吼，传说是啥物物件无讲，敢若讲会当做迄个传说诶证据。所以就命令即个稽查官阴暗，就去甲迄个妇人人，甲伊带去囚禁伫咧一个妇人人诶家角，因为伊真勇吼，你起落落你行动吼，所以当甲掠起来对啦吼，掠较悬。一直到阮对此有搁较详细了解吼，要暗嘛也对即个代理稽查官。Aldop 会对有注脚，等下来看吼。要暗嘛对即个代理稽查官 Aldop 先生知影讲，今仔日伫即个赤坎迄边迄新仔生理人甲头家，就是三社诶土地上看到一个死去诶即个新仔人。根据伊诶看法，迄个人应该是被拍死几啊工咯。就是看到即个死去诶新仔人囥伫咧一间细间厝仔内，也袂呆吼，所以随派人去赤坎，就是迄个稽查官啦 Aldop 吼，随派人去赤坎，伫迄寡新仔人中间来上早处事吼，得知讲上述头家诶公司仔，或者是伊诶工人，是被两个人，就是爸囝两个人拍死的，所以随去甲迄两个人掠来，关伫咧台湾的家牢里。10月21拜六，早起特使阁下去视察迄只快艇 House 号。该船停靠伫咧即个城堡下面的栈桥边仔，因为该船的船长 Rosendale 和其他的主管声明讲，即只快艇又搁勇又搁袂漏水，而且咧装备较全，又搁装塔真优美。因此呢，特使阁下决定，即只快艇爱代替迄只 George Prince 号。该船还搁咧艇后要对日本来吼，选伊来送伊转去巴达米亚的船，而且即只快艇 House 号的船舱甲载重量也比迄只快艇 George Prince 号较大，也搁较有防卫力。因此呢，将尽量较紧来装上大批要载去巴达米亚的糖，并且进行要航经港南的准备。英暗暗倒了后，也发布命令，发布口令了后，长官阁下来邀请特使阁下以及所有在场的议员，明仔暗去聚餐，因为伊的某今仔日早起生一个查甫囡仔。特使阁下为伊即个第一个继承人的出世来诚挚的予恭贺，并且答应要前往聚餐。我查一下这诚挚这个字里面了它。字甲节吼，字甲节拢会使，成字成节。
特使国下为即个第一个继承人的出世来承继来予伊恭贺，并且答应要前往自产。10月2日礼拜日，因暗对检察官 Bruegel 得悉，学校教师 Doug Jones 伫顶一个礼拜日去迄个台湾市镇，伫个应该是目枪啦吼，是刨匠，刨就是迄个刨木头屑迄个刨木吼，迄个刨匠。所以我以为应该是目枪啦吼。伫个目枪 Jacob Major 的次女和助理 Cornelius Lizard 冤家咯吼。来，我搁读者吼。礼拜日，因暗对检察官 Bruegel 遐知影讲，学校教师顶礼拜去台湾市镇遐，结果呢，即个教师和迄个目枪次女的助理，这是写啥物意思？和目枪和伊的助理吼，来冤家，被迄个人用一支插头伫头壳顶。动来讲一个地教了后，伫个医院内底死去。哇！吼！这社会新闻定看着吼，我自细汉就听讲，看到即种咧，算人死的枪崩吼，迄气力足大，拍死人吼。即种代志实在是。足遗憾啊！对双方面来讲，拢毋是好事吼。所以就随命令人去将迄个助理吼，甲伊带来即个城堡的顶面。即个助理听讲一向是一个真宁静安详又阁有美德的人吼。和上述拍死人的迄2个死仔人关做伙吼。所以，即个助理，我平常时一个足宁静安详又阁有美德的人吼。这是性命去拄着即种暴风啊，实在是。因暗特使阁下按照长官阁下的约定，该同朋友去长官阁下的厝内参加为着迄个院仔所举办的参会，此外无事。10月23拜一，无值得记载的事。今仔日我食7月初2吼，各位已经是初3会早起啊嘛吼，明仔载拜4。拜5是7月初4吼，拜5我食 long weekend 吼，我食 July 4th 嘛吼，7月初4放假。我咧放假的时阵，放到下晡4、5点迄当阵，就是有严重7月初5吼。当然无一定迄当阵发生啦吼。根据迄个为放假的讲，迄是用做梦的日子去推算吼，但毋是讲表示讲是一定是一天发生吼。好，台湾遮可能较袂啥物有代志啦吼，总是大家毋知要讲啥才好。好，咱继续来读日志吼。10月23无值得记载的事，过来是10月24。拜2，无用日一个约托并且签署特使阁下要写予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的批信吼，然后也由代表来无用日9月日志的后续的部分。
所有的决议录以及其他的物件，并且要将即寡来交互秘书 （Chancellor）， 以便来透明来登录，来甲好好甲封装，要伫明仔载起又停伫即个北平招招区下面遐，已经准备好要出航的即只变地船 Konik David 号，奉着上帝的名，先来直接送去巴达维亚。歹势，拄则想着讲迄个，Dorp， 代理检察官 R Dorp 啦吼。R Dorp 伊无写啥物代志，干那讲要暗嘛代理检察官 R Dorp 遐知影讲，今仔日伫个赤坎迄边死仔生理人甲头家三社土地上看到一个死去的死仔人吼。根据伊的看法，迄个人已经被拍死几若工，囥伫一间厝里吼，还袂大吼。即个 R Dorp 下倒有注脚，咱来看吼。R Dorp 1647年坐 Vrede 号来到台湾。即一年的5月23号，伊是士官，同一年就升任将级官。对1650年开始，伊担任 Provincia 的代理法官。1651年9月初7，伊正式成做遐的法官，所以即嘛是法官吼。1655年，伊成做中尉。1656年，伊前往巴达维亚，但是伫1657年对遐带伊的家眷吼，伊厝里的人啦吼，转来台湾遮。1659年升任做队长。1661年成做军队指挥官，伫个日兰亚社堡对抗国姓营的军队的防卫战当中，伊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毋知后手会读着袂啦吼？即个 R Dorp 无一定啦吼，咱到时阵看。好，10月24，10月24，咱读到一半吼。下晡，长官阁下派即个秘书转起来问特使阁下，就是看要当时吼，伫个啥物所在要召集其他的议员来聆听伊阁下要写互巴达维亚当局的批。特使阁下就回答伊讲，准时5点，伫个下面即个大厅里来宣读。即个中间要甲处事通知其他的议员，即寡先生就拢准时到位。上述的即个书信读煞了后，特使阁下请大家签名，但是长官阁下讲迄张批毋免签，因为伊家己嘛已经甲巴达维亚当局写一张批。长官阁下家己会当和各个阁下和朋友吼，伫个即个批顶头来签名，因为即个关系到即个政府的原则。伊阁下安尼回答了后，就先签名，但是各个阁下拒绝签名。伊讲即张批是有按照要求来传写吼，传写或者是撰写，但是因为知影讲，即张批对牧师 Glavius 关系到发行人头册单的代志呢，写甲遮尔啊，即个含糊吼，也有真侪其他的即个阐述吼。阐述我先看一下，阐是签吼，签名吼，即个词吼，今日顶直接写签名吼，阐明。讲写甲拄则读啊讲即个各个阁下拒绝签名嘛吼，伊认为讲即个长官阁下甲即个牧师 Glavius 发行人头册单即个代志写甲伤含糊，而且也有其他的即个陈述吼。
是伊早毋捌听过的，因此伊袂当签名来证实安尼的指控，这互长官阁下为难咯。伊讲，伊是据实来书写，并且知影讲 Glavius 对此所提出的声明是假造的，只要伊伫咧公正的法庭，就会当证实伊所写的是真实可靠。Glavius 是一个抬高的一个私利谋求者，一个垃圾人。但是呢，伫咧此地，伊的贪心比他的贪婪被阻止。我汉语我来学一下，贪婪的婪字，婪是婪伊的贪婪。婪就是心肝爱别人，叫做婪，安尼写，甘你点，贪心嘛是婪好，伊的贪婪被阻挡、自设这个字看卖啊，低或者是体低还是体，讲即个 Glavius 是一个垃圾人但伫咧此地伊的贪婪，但是呢，伫咧此地伊的贪婪被阻止咯，阻止或者是阻替阻替咯。第三，阁下也被即个真尖锐的用语来惊一条。尖锐，我刚较早捌查过啦读做锐尖的物就是锐锐志是睿智。好，第三，阁下也被即个尖锐的用语来惊一条，请长官阁下上好毋通安尼讲，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无人会当证实伊即种无公正的行为，随徛起来离开岛啊，因为祈祷的时间要开始咯。迄时，长官阁下请特使阁下念一个航线指令，并且随来签名。这个指令也由各位阁下和其他的议员签名，但是长官阁下家己却毋肯签名。虽然讲这是伊家己所撰写的指令，或者是传写的指令。等下我来查这几啊词，看是毋是大理大书顶有写。首先来看这个撰写，无，高一字算哩。高一字阁有高一字大理大书顶是读做专专，含即个甘字顶音完全无共专，但是大理大书顶变成安尼看你爱看伊的音是专但是汉字有可能是照用尔无一定是即个汉字是虽然伊是就是用即个撰写即个专专。好，所以应该是咱就读专吧。我看卖，OK， 好。专就是撰写或者是杜撰。例句，这篇文章是我撰的，我所写的对啦北来专就是独创风格的撰写北来专，杜撰。北来专就是杜撰吗？我咧看日文版我咧日文版是伫倒位啊？
好，看到转伫遮吼，先思路，这篇文是我转的，文秀我木古が作ったのだ。北来转是什么？ガリウに作り出す。北来转就是意思是我家己写的就对了。好，转写。另外佫一个是，袂记诶。像甘利天早诶，另外一字贪婪阻地。来看一下大字大书顶有贪婪。有，伫遮有贪婪吼，这是文言词啦，伊直接写文吼。贪婪，佫是一个另外一个是阻止。大字大书顶有收无？无，古即个字呢？古一个字有收，但是音又搁含甘字点无共吼。来，第一个是滞纳，就是色金等过期无力，叫做退纳吼，伊是读做退就对啦吼，读做退或者是度。大字大书顶即个主滞纳即个字里吼，有两个音，一个是退，一个是度吼。渡水吼，渡水就是水顶甲伊踢掉咧吼。渡水就是你一条沟仔你流诶时阵，你中甲扎起来，甲水挡掉诶吼，这叫做渡水吼。即种做法叫做渡水吼。即我自细汉较早伫庄骹咧做田人，定讲，定伊爱渡水嘛，爱渡水甲水引流，家己去。家己参与，所以即个渡水即个词我自细汉定听着吼。好，即个渡水的渡字，佫有足侪其他的词，咱来学者吼。例如，一群人渡条地，一群人渡，规个踢伫遐嘛吼，一群人渡条地吼。渡在讨，即什么意思？拄伫心肝头吼，拄伫心肝头，食了后去拄条的吼，食了去拄条的，拄袂条吼，拄袂条就是挡袂条啦吼，袂堪得啦吼。对有吼，渡水、渡牢吼，渡水、渡牢是差不多意思吼。渡道是停留走动。例句：代志煞拄到袂得进行吼，拄到。拄咧水顶停留袂通吼，水拄咧暗坑袂通吼，水拄咧吼，所以暗坑袂通。暗坑就是涵洞吼，叫做暗坑。肚巴肚肚肚。巴肚肚肚这些，好，所以肚退吼，这两个音。好，咱继续日子来看一下时间，10:18。10月25号拜三，早起透早吼。稽查官和厝地法务议会的两位代表拢准备好，
要做迄只小领工船，甲昨封装好，要送去巴达米亚的批信，摕去港外交平底船 Koenig David 号，并且去遐确实来检核所在货物检查啦检查货物。但是因为早暗北风强烈透北风，而且呢风力愈来愈强，天嘛开始乌阴落来，所以特使阁下认为讲，伫即个强风巨影当中，无应该派上述的代表出去港外，因此就将上述的批信甲即个物件交助理Michiel Thomas 和领工员 Sic Pieters 交即两个人带去交互上述的平底船。因伫下午转来报告讲，一路非常的危险，特别是回程，差一点被大影来拍扁去。虽然如此，迄寡书信物件拢无拍淡，顺利交互上述的平底船的船长咯。该船随即个起定用篷出航去。原自比的上帝做因的引带者，甲因真紧来带到目的地。今仔日早起也看见着伫南边停船的所在停一只荷兰船，因为大雾又搁落蒙啊雨，看袂清楚是一只大船或者是平底船。该船约落伫早起7点钟发炮2响，半点钟后又搁发炮2响，伫中昼时又搁发炮1响。据此，大家拢认为讲该船，一定是非常需要订锁啊、甲饮用甲水啦，要啉的水。中插一个括号，头前有插一个括号讲，有人咧要讲该船即只大家咧要的船啦应该就是停靠足久的迄只 Troll 号。也有人认为讲是对日本来快艇阿姆斯特丹号，所以呢，大家认为该船一定非常需要订锁啊，甲饮用水，但是因为风影游玩真大，无法度去协助因。要暗嘛看见该船对上述南边停船的所在，移徙去北边交流区下面遐停船咯。10月26拜四，今仔日早起透早又搁听到迄只船发炮数响过急，因为现在风影小可平静落来咯，所以命令水手长 Keith Stewart 和伫迄只小领工船内面装几条锁啊，一个铜的一个钉，甲一个几桶会当啉的水。若是有可能，就要出港去迄只过急的船遐，但是特使阁下对即个水手长遐知影讲，长官阁下已经伫早起就先派领工员 Sic Pieters 坐一只舢板，坐出港去咯。但是并无甲即个长官阁下讲长官阁下对此感觉真不满，因此呢，命令上级商务员 Damons 和商务员Wagner 两个人拢爱渡船坐渡船去平底船 Simian 号遐，迄只船还阁停伫即个港道中，准备要阁再出港。伫遐看到上述被派去的迄只舢板的时，如果上述领工员对迄只船当作带朋友或者是批信转来，就要甲因留落来，并且要将迄寡批信来甲摕落来。伫咧带去长官阁下遐以前，先带来德赛阁下遮，因即两个人会伫咧中昼坐一只希腊人的船小船啦坐船要倒去遐。却伫咧下晡3点钟空手转来，报告讲因要去到平底船 Simian 号遐的时阵，
看起迄只尔工船吼。当你无用要起艇要出港，所以就去换坐该船。该船昨昏已经装上认为有需要迄寡物件吼。就是讲即个。就是讲，应该是讲，即个特色国下要换船啦吼。拍算家己出港航王上水迄只大船遐，但是呢，来到迄个坡影当中的时阵，却完全并点钱无方，因此呢，无法度去到遐。而迄只小船却伫个对即个最深的所在被即个拍去弄着前滩吼。伫迄个前滩顶面。危险万状啦吼，危险万状。差一点仔因为迄个强大的海涌来强要平船，或者是拍出去吼。脱险了后就只好转来，迄个艇又搁拄啊好趴伫迄个地上吼，趴伫个涂骹啦吼。10月27拜5，还剩5分钟，我读到爱困吼。哇，10月27拜5分钟，好，来个读者吼。透早天顶全犹阁是真乌阴吼，小可吹着微弱的北风，阮着对即个城堡。看见上水迄只领工船搁再出港，并且顺利破影航王迄只大船遐。该船现在总算会当看清楚是只变底船咯吼。约伫个上午8点钟，尊严的法务议会伫顶头遮开会，所有的司事务记者拢来提交因的答辩。有一寡答辩是顶一个办案日通灵因爱交起来吼。其中上席上务员前任东警的主管 John Day Groot 先生伫伊的答辩当中，也提出对特赛阁下甲即个会议的议长个人的数项的指控伊的答辩呢是由秘书来宣读，关系到伊叫做 Day Groot 以前伫日本的时阵，以及最近伫东京受到伊阁下数项恶劣的对待，因此提请上述特赛阁下以及上席商务员 Johannes Dankers 必须要回避尤其是即个上席商务员 Johannes Dankers 是伊的死对头袂使互因去袂使互因有法官的身份来参与处理伊的案件，所以呢，特赛阁下就将上述指控伊的物件摕过来。伫即个 John Day Groot 面头前重新读一遍，以便说明。但是呢，当读到关系到东京的事项的时阵，特赛阁下讲：我伫东京的期间 ，Day Groot 先生如何被对待，请各位先生问即两个人就好。即两个人是 Dankers 甲一个商务员 Wagner。因为我无想要检讨别人的权利，讲了就是伊顶头别人应该有的权利，拢袂去甲切掉关系到即个情形，就笑笑啊讲，嗨，这是发生啥物代志？伊就安尼来离开了会议若是我要徛起，若是爱我徛起来，我甘愿叫整个会议来离开。连伊家己的权威、甲威严和尊严拢毋知要如何来维护，这是一大堆伊是咧讲谁啦？即个讲这是发生啥物代志伊就安尼来离开会议如果爱我徛起来，我甘愿叫即个会议离开。这应该是讲顶官阁下 Verberge 吧。好，继续讲咧。连伊家己的权威甲尊严拢毋知影要如何来维护，
倒位还佫有会当做特赛的资格啊。讲了，还佫讲了其他类似的一个机器的话。迄时，上述丹克尔先生就开始诉说伊顶头所讲的德格鲁先生伫东京的作为，但是长官阁下毋愿意听落去，讲何必讲即寡话呢？写一份针对此事的声明就好啊嘛。长官阁下所讲的所有的话，毋若伫咧全体议员面头前，也伫咧上司 John de Groot 在场的情况之下来讲煞，就徛起来行去外面。检察官 Bruegel 看伊安尼做，也跟倒伊出去，并且该当上司的议长阁下，伊离开了后，一直留踮咧伊的房间外面。就是检察官 Bruegel 看讲，哇！这老鸟安尼做也滚倒出去，并且含即个议长阁下，希望讲即个议长阁下会当转来家己的，会当随转来议会遮啦所以呢，每一个人伊阁转来到家己的席位。按照既定的程序处理其他的代志，但是长官阁下伫咧议长阁下无在场的时阵，举起即个议长阁下的迄寡严重侮辱的话，会互即个会议的意见分歧起来。至到有几仔议员毋若要特使阁下，毋若要找即个特使阁下来说明，也要求提交书面的声明，并且为此来写一份证明，由所有的议员来签名。读袂了啦好啦，读到遮就好啦。明仔载继续啦10个27拜五，即只后壁佫一段长啊，无读着明仔载再来读。好，感谢各位好，来我来关房。好，多谢大家。感谢。